安，咱今仔日过活节，每一年拢碰会到。也毋过，今年的过活节实在是有影较特别，因为咱伫2礼拜前有讲过，讲过活节是安怎算，所以会对3月23到4月26前后一个月月踮喺遐刷叮当。今年的过活节有一个特别，就是清明碰到国活。一方面，清明是一直互咱踮伫个追思少年去望园，去望阿婆，是去陪望，去对着先人的一个少年。啊，毋过国活节伊要讲的是另外一个功课。咱感谢圣歌队通过拄仔所献的诗歌，你看遐歌词内面真多，一直踮咧显明的，就是哈利路亚这句话。哈利路亚，敢若亲像咧讲啥？敢若亲像咱讲有够赞，敢若亲像咧讲万岁，敢若亲像咧讲太好了，要将一切荣光荣耀归乎天顶的上帝。所以国活节甲清明无共款，清明敢若好亲像咱拢咧追思过去，但是国活节互咱看到生命改变的一个可能性，毋是靠咱家己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国活，所以咱有讲到国活节的算法，今年拄好4月初5。毋若安尼，拄好咱对10点开始，咱用连线。即个网络的关系有一点点安尼 delay， 毋过咱前半点钟含点伫南口体育学院的体育馆迄个所在，有2万人伫遐做礼拜。咱最近含因连线，是庆祝福音来台湾150周年，对1865年到即马2015年，上帝实在是恩待咱台湾。所以今年的过活节，咱讲到这个部分，实在是上帝互咱一个大的纪念。毋过，咱也对拄仔所读的圣经，照讲现场嘛，应该即马伫讲道。是敢若伊是 WCC 普世教协会总干事咧讲道，然后咱有翻译。咱今仔日有缘用这段圣经咧看到的，就是咧讲到过活节到底对过活节对咱来讲，伊同重要一个功课是啥物？当圣经咧讲马太福音27章。耶稣受定，伫拜四，咱有踮咧遮3个制度，含主最近用最后的晚餐。拜5，伫咱教会遮有缘有学习经验，耶稣苦路14站。迄天拜5暗有来请耶手，多谢。体验的中间，你印象同深的。是进入坟墓内面，还是刺皮？低个头壳，有人低个头壳会听袂？哈，会点着，咱是用9重格做的哈。有人加十字架，实在十字架无重，对无？咱的十字架实在是无重，但是耶稣的十字架是比这个真正的十字架更较重。咱拜5暗就是咧经过体验耶稣迄条苦路。但是上尾耶稣互钉伫十字架顶，迄个时阵有一位共款叫约瑟的去甲彼得多，甲伊讲这个神师，请你互我，所以就甲摕落来。摕落来了后，伊将耶稣的神师用一块布包起来，几落个人甲斗3工，因迄阵的梦是踮咧石壁中间，甲挖一个坑，然后放伫内面，敢若亲像咱的一个崩坑共款，放伫个崩坑内面，暂时将尸体放伫迄个所在。照咱今仔日圣经所读的，7日的第1日，天拄要光，抹大粒的玛利亚，甲另外一个玛利亚要来去甲这个梦。这个抹大粒的玛利亚到底是什么人？伫圣经中间。有特别提到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，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甲其他的玛利亚真无同。圣经中间的出现的除了耶稣的老母玛利亚以外，
这个抹大粒的玛利亚，通过耶稣的医治，伫伊的心上的鬼受赶出，所以伫3年偌久中间，常常军队伫耶稣甲伊的学生的身躯边来服侍耶稣，服侍者的使徒，互因会当专心伫咧传福音的事工。所以这抹大粒的玛利亚伫圣经是真特别。所以当7日的第1日，因同款准备这香料来甲蒙年5望要为耶稣做一项代志。这项代志是犹太人因的风俗。当人拄安息迄几天，咱拢会摕香料、摕香膏、拿香水，用我最好的方式来呈现。今仔日咱会看到这款的纪念。清明的时阵，咱去陪梦。但是在我们的社会，如果发生特别的事件，有特别的事件，有人死伤的时候，我们会在那个发生事件的地点，还是迄个人的厝的门口，你看国内外定定安尼，厝边头尾还是暗远远的所在来的人，伊会摕花献伫迄个所在。所以你看到美国当他们如果发生枪击案的时候，或者说哪个家庭或哪个地方出现这种意外的时阵，迄个家庭的门口，伊的埕还是伊的花园，真侪人就会摕花、摕纪念的物件、摕蜡烛来放伫遐，大概会有1个礼拜的时间。犹太人古早就是安尼，当人安息放伫石洞内面的时阵，真正疼伊的朋友就会准备这个香料来抹伊。迄个工程不是遐简单，因为你必须要把那个裹尸布甲尸体包起来，迄个布慢慢啊透开，来抹遐香料，然后佮它盖起来。抹大粒的玛利亚，甲另外一个玛利亚，这妇人人，因军队耶稣真久，因嘛真疼这个主，因为出伫疼，所以因要做这个工课。为了爱的缘故，所以他们要为耶稣做最后一件事情，为他做最后一件事情，就是来为耶稣上香料，以往例做旧的事情。虽然讲军队耶稣遐尼久，耶稣嘛甲因讲，因会记得耶稣爱上十字架互钉死，但是后壁的话煞袂记得，所以照旧的例继续来做代志。这是咱今仔日国外节要想的一项代志，嘛干那这项来定，什么意思？咱今仔日诚做上帝囝儿，恢复咱上帝囝儿的身份。上帝通过耶稣基督，咱显明启示，表达伊的恩典，互咱来明白伊。这款的恩典，通过耶稣基督互咱的恩典，互咱会当一世人愈明白主，愈听主。也毋过，虽然安尼，咱犹原共款，常常照旧例做旧的代志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往例做事情，你比较有把握，比较不会出错，而且比较安心。照旧例做代志，应该安怎行的礼仪礼俗，我安尼行，较袂出代志。这毋那干那伫礼仪顶头，包括伫咱的专业顶头嘛共款。同好照安尼来做，同稳当，因为袂突错。今仔日一个老师要教学生，犹原共款，都爱课本，甲课本看好识，因为安尼来教，袂突错。你若家己吼念咪遮摕一项，遐摕一项，有太多创新的东西，毋知影学生安怎来甲咱抓包。做一个医生，当人感冒来咳咳嗽，你同好甲你的经验，紧拢甲摕出来。照我的经验，以往例来做事情，照安尼开药啊，同稳当，同稳当。若有新的药要试，先看别人试落安怎，毋通按我遮试。以往例做事情，常常是咱的想法。当咱甲同事袂拄好，冤家跟我们的同事吵架了，没关系啦，明天就好了。今天下班去就下班，连再见都不说哈。因为我们以前的经验就是，明天大家还是要上班嘛，见了面，昨天的事情就忘掉。以往例做旧事，同温档，不要去惹那些事情。为什么？唔能讲下班了，我特别去甲讲歹势哦，今仔日安怎免啦？转去大家拢嘛做家己的代志，对不？
较厝的人斗阵，暗时食饭，无落去洗牙齿啊。明天又是新的一天，明天见面，昨天事情都忘掉了。咱拢习惯以往例做旧事，比较稳当。所以，我在这边玛利亚，甲另外这个玛利亚，因同款想讲要照顾咧来做代志，无想到讲这个梦来到家的时阵，原地的烦恼的那个大石头。盖在洞门口的那个大石头，不知道怎么把它滚开。未到位就看这个石头已经开，这个石洞原来已经开伫遐。唔哪讲门开，因原地想要照旧例来做代志，这无法度做，因为你去无看到耶稣的信息。咱照圣经所读的，有天使来甲因讲，坐伫这高开的石头顶头，佮甲因讲，免惊，恁无得惊。对伫这妇人人来讲，原底是照旧例做代志，简单的事。当看到石头高开，佮看耶稣敢若无伫的时阵，迄个着惊，实在是别人真歹体会。所以当这个天使甲讲无得惊的时阵，互咱进入原来。这就是教会存在同基本的一个基础。伊无伫遮，伊已经国外。咱若看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拢咧甲咱讲这项代志。路加福音甚至甲咱讲一句话，咱印象真深。圣书伫死人中找活人，咱去墓园，拢是要去找死人。顶礼拜2八。总共有14台游览车，16台游览车去平安园，再去下晡嘛10几台，因为咱知影伫平安园有真侪人埋葬伫遐，大家去呢都是要去找死人嘛，对吧？找我的阿公，找我的阿嬷，而且我们还不止这样，除了找我阿公以外，我们还会找谁？朋友的爸爸妈妈。顺续看什么人啊，对不？所以当咱有机会去平安园，我逐摆吼，甲咱兄弟去平安园，发现大家人拢毋是干那看一个尔，顺续招来看阮什么人，过来看阮阿哥，吼，咱拢会去平安园顺续探访几落的会友。不过，不管咱安怎探，不管我们怎么探访，我们都是在死人中间找死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墓园里面伫死人中间找死人。路加福音天使特别甲即几个妇人人讲，圣书伫死人中找活人。对因来讲，阮嘛是要来找死人啊！耶稣已经死啊，阮的先生已经死，阮嘛是要来找死人啊！阮哪有要找活人？但是迄句话，毋是干那伫甲遐个妇人人讲啦，今仔日犹原伫甲咱讲。咱今仔日来到教会，来到上帝面前，咱是来人的中间找救主，还是踮咧人的中间伫看人？咱若踮咧人的中间伫看人的时阵，咱犹原抱着真多的忧伤、郁卒、艰苦，唔甘愿。礼拜煞写资料，转去犹原共款。如果若讲伫教会中间，互咱经验到耶稣基督的国话，带互咱新的生命的时阵，咱是踮咧人的中间要碰着救主。你踮咧礼拜中间，你要含，因为圣神的帮助，要互你含主耶稣三拄，即个国外主三拄。你逐工犹原共款，爱面对遐侪侪苦痛重担，足侪批袂了的公文，还是真侪学生的问题，还是同事袂好势，很机车的老板，这些代志你无法度避免。不过，国外者今仔日要甲咱提醒，我们不是要以往例做旧事，毋是要照旧的咧，做旧的代志，毋是恳求圣神帮助咱，互咱今仔日会当经验到主耶稣无伫遮，伊已经国外，毋是讲耶稣无要甲咱伫地，是迄个国外的主无伫死人的中间，毋是伫人旧的代志的中间，伊要互咱一个新的愿望、新的行动。新的生命，所以无伫遮国外，无伫世界，
嘛因为安尼，甲即个世界规个变做一个新的意义。所以咱看到即几个妇人要走的时阵，耶稣干小拄，甲因请安，讲平安，互因会当领受的，本来甲因讲无得惊，变做原领平安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若甲主相拄的时阵，即款的平安要实实在在赏赐互咱。人所碰到一切的困苦、烦恼。唔甘愿重担，要交互主，伊要互咱真实的平安。所以，咱真感谢上帝。伫今仔日国外这三甲来欧陆来庆祝的时，咱嘛有几落位兄弟姊妹，要亲像咱所有兄弟姊妹共款，来经验这个功课。咱做阵来读，来，就是你用。第10节来，因为人用心信要得到义，用嘴念地告得到救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：你若口里宣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宣认就可以得救。当咱也相信耶稣基督国外的时阵，你今仔日参加这个礼拜，你会无共款。礼拜三你甲人三甲斗阵，你会无共款，因为你会一直去想到迄个国外的主，迄个国外的官能，迄个国外带来改变，迄个国外超越旧的代志、旧的例、旧的思考，迄个国外会改变我。这是心内的相信，所以这款的相信，伊就递到我外在会无共款。外在行为就是宣念，用嘴来承认，用嘴来讲，通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领受洗礼。接受这个洗礼，就是我所表达出来。所以咱毋茫伫国外这时阵，咱常常倒转去当想，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是毋是有需要改变做旧的事的习惯？我是毋是常常一直踮咧做旧的事？有甚物款是爱改变，还是需要去突破的无？特别是国外主要带互我。第二个有机会甲人分享我家己的生命经验，经历过主耶稣国外带互我换新的生命也无，当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因为耶稣基督的国外，阮无国。行伫旧的思考，无搁伫旧的代志的中间，阮会当常常含国外主三甲斗阵，领受你所互阮的新生命。阮恳求圣神伫耶稣基督国外主这个日子，真正进入阮的心内，互阮时时刻刻享受含主三同行的喜乐甲平安。阮让你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们。